經書講，日地無地，你第五節，單強有一隻上帝，單強有一條路，是甲迄個道行解，就係透過耶穌基督，也係一隻人類，當佢來到世間，佢就有一隻人類啊，佢分別都係佢冇罪嘅人，萬人相信耶穌基督是甲能夠去到上帝嘅面前。嗱，日地無地，書2第6節咁樣講到，耶穌基督已經本了佢嘅誕生嘅身體，萬切加攏眾人嘅罪惡嘅方面，也就係耶穌一個見證，對上帝愛每一人得救，當切加信佢之時，嗱，上帝愛每一人類在世間裏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得救嘅方面，從一罪惡達到嘅方面，佢派一個人誕生，就係按照耶穌基督來到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3日然後佢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就係救攏眾人嘅罪惡達到嘅方面，每人相信佢就係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因為到在單行一條路，是甲去到上帝嘅面前，單行一隻上帝，嗱，透過耶穌基督，是甲能來到天父嘅面前，因為到是甲當日相信佢之時，是甲嘅罪惡本佢赦免hết，是甲變義人將來到了親強在天父嘅地方，上帝嘅面前，上帝親強嘅上帝，有罪嘅人來到上帝嘅面前，萬人相信了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而嘅罪本佢贖hết從一罪惡嘅方面，佢贖了自家變義人變冇罪，將去到佢嘅面前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